请问表弟，你到底是哪一家呀？可请我家人物是大大的有名啊！你请我的老友长也不差你。哦，表兄，你家人物叫什么？住什么？小弟叫什么名字啊？请问表弟，你家人物叫什么？住什么？表弟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家人物是顶子上是擦天表，小弟擦完你。不对了，不对了，什么不对？请问表弟，无论开工有几副擦天表，有几副擦来呀？只有一家吧？那么为什么我的有大人也叫擦天表，小弟也叫擦来呀？知道是了。哎，请问表兄，你是无罪为美，无恶为平啊？请问表弟，你是无人为美，无恶为平啊？我是用大人亲口许会，还你手下的不为呢？你呢？我啊，哎呀，表兄，你为放开心这样不人，今天面子被人之流，今天为开垦土土，若言不语呀。哎呀，这就是小人，什么
把你这家我去找去。